再来看，针对这件幼儿园园长的后生性侵害囡仔的事件，虽然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讲会追究到底，也毋过有民进党的市议员又搁接到消息，讲这园长搁借名开托儿中心，嘛质疑讲台北市政府伫2022年的7月份就收到通报，说伫1档后才处罚。2022年的7月到2023年的7月，这个老师继续在幼儿园里面教课，教育局应该要给一个说明，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司法在调查，但是行政却完全没有作为。2022年7月，虽然我还没上任，但教育局跟我回报，他们在当时即刻也调阅了相关的监视器画面，该案全案侦查终结，不起诉处分。我上任之后，也都再三的跟各局处要求，碰到类似儿少保护案件，一定是要即刻反应，横向联系，火速查办。针对这个园长搁再开托儿中心，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，去年7月知影消息，社会局就马上甲家长联络，嘛协助转机构，强调讲目前社会局、佮教育局、警察局嘛增加稽查，避免借名搁再经营状况搁再发生。